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接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换选前的兵符，嘛要弥补韩国瑜甲少年族群的不足。早起专工找真侪位国民党伫各县市的少年议员，组成新世代战斗团，毋但换白衫展现少年人的气势，嘛拍这个影片，用这个 IG 的特效。这个朱立伦是强调讲，要将国民党伫各地各领域的力量，拢甲集中起来。拢穿白衫，表现少年的气氛。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，随国民党伫各县市的6年级到8年级的少年议员，成立新世代战斗团，为伫最后30天替韩国瑜争取少年选票。青年是国家的希望，也是任何一个政党最具有战斗力的团队。国民党需要更多新世代、更多年轻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。 而我们也要跟年轻朋友站在一起。新世代战斗团短短一天就将近40位议员报名，分做政论、论战、时代青年、甲在地强帮3组，期待发挥空军甲陆军的力量，争取少年人的认同。 结合了政论的力量，还有我们一些在地的力量呢，大家一起来响应，来让我们的国民党选情往上提升。国民党在各地的，不管是民意代表、各领域的代表人或领袖，或者是这些各领域深耕基层的朋友，我们都把它汇集在一起。 是讲，除了加强韩国瑜伫青年族群的不足，那赢的选举步调嘛变成朱立伦必须要面对的课题。国民党立委伫外交部抗议事件风波了后，昨国招民众经过行政院查清楚杨惠如的资金的来源，我们希望消灭网军东厂，还人民公道，还台湾公道。 行政院是严阵以待，就惊讲又有冲突发生。虽然讲网军的事件甲卡神杨惠如的案件，看起来敢若和国民党扣着枪，不过要安怎有法度发挥选举效应，共款考验着换盘的人的智慧。